士君硕，斯入矣。朋友硕，斯疏矣。子曰：礼仁。公宋人，论语，礼仁第四，第二辩。子曰：礼仁为美，则不处人，焉得志？子曰：不仁者，不可以久处乐，不可以长处乐。仁者安仁，智者利人。子曰：为仁者，能好人，能恶人。子曰：苟至于仁矣，无恶也。子曰：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与贱，是人之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呜呼！成名。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仁。造次必于事，颠沛必于事。子曰：我未见好仁者，恶不仁者。好仁者，无以上之；恶不仁者，其为仁矣。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，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？我未见力不足者，盖有之矣，我未之见也。子曰：人之过也，各于其党，观过，斯之仁矣。子曰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子曰：士志于道而耻恶衣20者，未足与义也。子曰：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敌也，无莫也。义之于弊。子曰：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；君子怀行，小人怀惠。子曰：访于利而行，多怨。子曰：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！不能以礼让为国，如礼何？子曰：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；不患莫己知，求为可也。子曰：深乎！吾道一以贯之。曾子曰：为。子出，门人问曰：何谓也？曾子曰：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子曰：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子曰：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子曰：事父母积谏，谏之不从，又敬不为，劳而不怨。子曰：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子曰：3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子曰：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子曰：古者言之不出，使攻之不殆也。子曰：以约失之者，鲜矣。子曰：君子欲讷于言，而敏于信。子曰：德不孤，必有邻。子游曰：士君硕，斯入矣。朋友硕，斯疏矣。公宋弥勒救苦真经。侯说弥勒救苦经。弥勒下士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正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物极兔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木，九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木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序，混元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真天巧，
通天鞘，老母降下通天鞘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适得西来白杨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收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日为菩萨救众生。吉利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日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宗。来往道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山。十念一遍神通大，十念2遍得超生。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力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首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姓女洪诗婷，弟子杨玄正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至
世所指导，圣慈昭格采纳。圣慈圣昭师格采纳。昭格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南无当当来来下下生生弥勒弥勒尊佛。尊佛。南南无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南无无当来当来下下生生弥勒弥勒尊尊佛。佛。南南无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南无无当当来来下下生生弥勒弥勒尊尊佛。佛。学习到这里，那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顶任、各位前贤大德一起诵经回向，也谢谢玄正哥哥帮后学附送哦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感恩，感恩。晚安，晚安哦。晚安，护灵队晚安，晚安。灵队晚安。组长晚安。前贤们晚安，感恩哦。感恩，感恩。父亲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副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